神在这里，前来献上最深的敬拜。这是神切之地，为平安，神在这里，设立宝座，在荣耀的敬拜里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匍匐，深深敬拜你。这是圣洁之地，神在这里，前来献上最深的敬拜。这是圣洁之地，神在这里，设立宝座，在荣耀的敬拜里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匍匐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。
手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全心敬拜，高举双手敬拜。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我与众天使夫妇深深敬拜你。咱来敬拜咱的主耶稣，咱来亲近伊。咱真是上帝圣殿来领受伊，伫今日永暗所会享受咱的平安。咱的主耶稣讲：我留落我的平安互恁，我将我的平安享受互恁。我所享受的，毋是这个世间人所享受的。咱同齐用诗歌来做咱的祈祷，来敬拜咱的上帝，进入上帝的至圣所。
电脑有小可问题，所以服务师一点点的时间，您先安静准备心，恳求主耶稣，互咱进入伊的至圣所。咱做伙用诗歌做咱的祈祷，进入上帝至圣所。这是圣洁所在。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眼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。咱进入上帝的圣殿来敬拜伊。这是圣洁所在，神在这家，就来献上。最深的敬
中天上澎湃，深深敬拜你。我全心来敬拜的主，高举双手敬拜的主，我全心来敬拜的主，高举双手敬拜的主，我全心来敬拜的主，全心敬拜，高举双手敬拜的主，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我与众天上澎湃，深深敬拜你。
在生，在生，在我心，我心无落离，我心专人对你表明，生在我的梦，生在生，在生在。我心无落离，我心专等对你表明，生在我的梦，生在生在生在。我心，我心无落离，我心专等对你表明，生在我的生在生在，我心无落离，我心专等对你表明，生在我的咱同齐用诗篇121篇来做咱今仔永暗的祈祷。我要行北昂山，我的帮赞对倒落来。我的帮赞是对创造天地耶和华来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，保守你的的确无拄面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边，做你的阴影。即时太阳无伤你，暝时月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日出日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。荣耀君王，我心向你唱歌。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。荣耀君王。心向你唱歌，以马内利，风雨中有盼望，荣耀同在，平静安稳。以马内利，上帝甲我同在，荣耀。
拥有盼望，荣耀同在，平静安详，荣耀荣耀荣耀，荣耀荣耀荣耀，你的光亮不让逃避。现在现在现在，现在现在现在，大风雨中都仰望你。主，我们来仰望你。主，伫这个暗暝，我用祈祷进入你的圣殿，我要仰望你。荣耀荣耀荣耀，荣耀荣耀荣耀，你的大能无人能及，圣哉圣哉圣哉，圣哉圣哉，暴风雨中单单仰望你。单单仰望你。咱的主耶稣要亲近咱，以咱的门外咧拍门，所听遐的姊妹，咱来进入主耶稣的平安。伫基督中，主要接纳咱进入伊的平安。主讲，我的平安毋是即世间的平安。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予恁，赏赐予恁的家庭，赏赐予每一个心内有惊吓不安的人。
做咱的祈祷，求主带咱一日伊的平安。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。身边你风迎平静，安静，让平安入我心，轻轻闪耀你是我的神，风迎，让我心心永驻。我心里的风迎平静。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一只暗暝恳求平安，咱要当心来领受，求主用伊的光，照伫恁的家庭，除去黑暗惊吓，求主的光，照伫恁的家庭，互咱的厝内上赢旨意的听，
主你的光照伫阮的心内，一切黑暗惊也袂通影响我。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互我心上也真你的听。主你的光照伫阮的心内，一切黑暗惊也袂通影响我。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互我心上也真你的听。照伫我的心内，一切黑暗惊也袂通影响我。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互我心上也真你的听。也即咱存出双手，咱来领受主耶稣伫今仔永暗，要享受咱伊的怜悯。咱存出双手，来领受主耶稣的平安。主耶稣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求你怜悯阮的兄弟姊妹，主特别求你怜悯詹天比老师，伊失去伊的负责人，主求你将平安放伫詹天比老师因的家族，放伫安美姐的心内，主求你怜悯因。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，主耶稣啊怜悯我，主啊求你怜悯我，基督求你怜悯我。主啊怜悯我，求主赏赐咱无惊吓的信心，求主赏赐咱永远无人会通甲咱抢去的愿望，求主赏赐咱永远无阻挡天父上帝的慈爱。咱存出双手，咱甲主祷讲，赏赐我无惊吓的信心。主耶稣求你怜悯阮。无论拄着什么种的情景，主予阮有够额的信心，无惊吓。主求你怜悯阮，主耶稣求你赏赐阮
有永远的愿望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阮，任何环境拢无夺取阮伫你手中所得到的愿望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阮，无任何事、任何人会当隔断天父上帝对咱的疼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。主，求你将这份的疼对天灵赏赐，伫这个暗暝赏赐予所有阮的兄弟姊妹。无一个人孤单、软正、惊吓。主啊，求你怜悯阮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阮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阮。愿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为着阮的姊妹，为着阮的兄弟，主照因的需要，你怜悯帮赞。因为你讲，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，你要予伊得到安息。主耶稣，你讲，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，你要予因得到安息。主耶稣，求你怜悯阮。愿主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，所听兄弟姊妹，愿主所享受的信心、愿望、主爱，进入恁的亲族，进入恁的厝内。主耶稣，阮将阮的兄弟姊妹因的家庭交伫你的手中，恳求你怜悯帮赞。以马内利的主耶稣，请你进入因的心内，因的厝内，照顾因的亲人，享受平安。阮特别为着最近注射的阮的兄弟姊妹，愿恳求主你照顾因，予因有够额的体力，予因有够额的稳定。这个疫苗会当伫因的心内，伫因的心脏产生够额的抵抗力。阮为着最近有病痛、惊吓的家庭，恳求主你怜悯帮助因，特别照顾詹天碧老师，伊失去伊的负责人，照顾安美姐，伊的老母离开因，愿主你甲所有死失的家庭，失落因的亲人的家庭，主你安慰、扶持、帮赞。主你安慰、扶持、帮赞，阮相信你的气力够额应用。主，阮感谢俄罗你，暗暝已经临到，主求你带阮伫你的怀抱，
互阮今仔永暗平安好困，保守照顾，所阮的兄弟姊妹，互因伫今仔永暗，会当享受迄个想象袂到的欢喜甲平安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阮要用你甲阮的祈祷来做阮的祈祷讲。阮伫天顶的爸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顶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保得互阮即日起，着救阮脱离了歹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。到代代无尽，阿们。咱灭道避讳，愿主的平安，甲恁三甲伫地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主的平安，带恁到天光，耶稣听恁。